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講解多功能卡設置繼電器的控制。本圖顯示繼電器控制開關J9、J10、J11、J12，試燃時聯動開電關電。J13、J14、J15可受溫控單獨控制的開關。硬件連接完畢後，打開 LED Vision 軟件。點擊控制屏幕，點擊多功能卡設置，點擊探測，可探測到多功能卡。勾選定時控制，點擊設置，可設置大屏的開啟和關閉時間。點擊保存，點擊保存，設置成功。點擊關閉即可。取消勾選自動控制，視為手動控制。點擊閉合，開啟大屏。點擊斷開，關閉大屏。勾選自動控制，點擊設置。勾選上位機信號控制，無信號時關閉大屏，恢復信號時開啟大屏。勾選煙霧控制，可設置大屏中煙霧達到一定值時，關閉大屏。勾選溫度控制，可設置大屏達到一定溫度時，關閉大屏。點擊保存。設置成功，點擊關閉。